耐冇打匹克球，我有冇進步先？都有啲進步嘅，不過你記唔記得咧？之前我哋介紹過咧冰與共融呢個慈善活動啊。今日第2站啦，一陣間打埋乒乓球同羽毛球都得。不過話時話咧，匹克球咧真係由年頭 hit 到去年尾啊！唔單止香港前網壇一姐有打，連世界網壇嘅 legend 都有打喎。你講緊阿加先啊，佢仲同沙巴蘭卡嚟咗香港，同我哋 J Sport 做咗個獨家訪問。後面呢班同學仔同善長人翁，唔單止中意做運動，仲中意做善事。日日運動點知身體好啊？日日運動心地好啊！唔止啊，日日運動咧，心情更加好啊！好似今次活動咧，就希望推廣身心靈健康啦。而走入學校就希望推廣呢樣嘢啦。上個星期我哋唔係介紹過一個新興嘅運動叫長球 Wallball 走入學校㗎嘛？介紹俾一班同學仔認識。不如咧，我哋認識埋呢個運動嘅世界冠軍。無論乒乓球啦，可以 feel 到啦殘疾人運動員嗰種嘅感受同遇上嘅挑戰。所以11月支持完全運會之後，記得12月支持埋殘特奧啦。喂，玩呢個無限乒乓球咧，要用你個聽覺同埋觸覺去感受乒乓波。玩完之後，我而家身心都好平靜。所以做運動真係好神奇嘅，帶到好多正能量俾大家，尤其是一班年輕人。有人話無人機足球有啲似打機，難唔到我呢個電競星團㗎。但係其實全運會嘅群眾活動咧，都有好多呢類型新鮮嘅項目㗎，遲啲為大家介紹一下。話時話全運會仲有2個星期就要開幕啦，真係好緊張好緊張啊！嗱，你唔好忘記咧，其實開幕禮之前咧，已經有好多項目咧展開咗㗎啦，好似維園咧就有沙灘排球啦。港隊代表咧，杜氏姊妹杜詠彤同埋杜詠雯咧將會主場出戰，大家記得要支持佢哋啊！